40岁的男星吴建豪在2013年与新加坡百亿千金石真善结婚，但两人结婚快5年却屡屡传出婚变消息，还曾疑似在网络上互骂，更在去年初传出他已跟石真善提出离婚要求，只是石真善始终不接受离婚的理由。没想到现在石真善自己坦言，已经签字离婚，恢复单身。吴建豪跟石真善当时结婚不到1年，就传出在 Instagram 上互骂撕破脸，更有吴建豪的友人透露，吴建豪因此气到提出离婚，只是石真善不愿答应，只好维持着空头夫妻的关系。加上新加坡法律规定，结婚3年内没特殊原因证明，不得离婚，3年后也得提出合理且双方认可的理由才可以离婚。而据苹果报道，吴建豪因此曾寄出2封离婚协议书，第1封以彼此已无共同于3年为由希望离婚，却被石真善以不符合事实给退回；第2封则将改为老婆不支持他事业、兴趣不相同等。但石真善认为自己都会自掏腰包陪他四处飞往各地工作，因为后来感情发生变质，他不愿再告知行踪，才无法继续支持，且两人14年前就在交往，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兴趣，因此再度退回。石真善的密友也透露，吴建豪特殊节日都不会回家，婚后还曾与其他女生暧昧，甚至在媒体前说谎会送情人节礼物，要求石真善配合套招。而石真善原先想挽回关系，但在吴建豪联系协议书后，内心知道彼此已经没有可能，便后主动委请律师修改离婚理由，在去年12月双方正式离婚。